西貢嘅地理位置偏遠，加上交通工具同埋醫療服務提供者有限，居住喺鄉郊嘅長者，佢哋需要尋求醫療服務要長途跋涉，耗費時間同埋金錢，對於行動不便嘅長者嚟講，存在一定困難。維拉律敦治迪西遠足西貢社區流動醫療計劃，通過發展針對鄉郊同埋可持續嘅醫療保健模式，推廣人人健康同埋原村安老概念。我哋嘅計劃針對60歲或以上西貢鄉郊長者，並設立鄉郊流動醫療服務點，建立一個結合咗西醫、中醫同埋專職醫療嘅社區為本基層醫療網絡。登記成為計劃會員之後，註冊護士會先為長者評估身體狀況，並訂立個人化健康管理計劃，仲會為有需要嘅長者配對合適嘅醫療服務，例如西醫、中醫、物理治療、營養師同藥劑師。註冊護士會落村為鄉郊長者提供健康篩查同評估，包括三高、痛症、認知能力等，盡早介入並提供適當嘅護理計劃同埋醫療服務。註冊護士亦會評估高風險族群，同佢哋建立可行嘅健康管理計劃，希望透過唔同醫療服務提升長者嘅健康素養同自我效能。高風險及合資格嘅長者可以接受全額資助嘅醫療服務一次，以初步治療醫療需要同制定健康進程。醫療服務包括西醫、中醫、物理治療同營養師。除咗以上服務，我哋希望善用村內公共空間，例如村公所，設立適合各項醫療服務嘅流動健康站，定時定點到村提供診症同評估，便利鄉郊長者接受門對門嘅治療同跟進，尤其行動不便同難以負擔龐大醫療開支嘅長者。我哋喺3年計劃入面會設立16個鄉村服務點同5個鄉郊流動健康站，提供到村中醫服務。詳情可參考以下地圖。本計劃由維拉律敦治迪西慈善基金贊助，為每位合資格西貢鄉郊長者提供醫療服務資助，服務使用者可享受資助服務節數餘下。而我哋亦都鼓勵長者善用醫療券接受服務㗎。有需要嘅長者歡迎隨時聯絡我哋查詢服務，期待見到大家。